刘子们警惕这个腐乳啊，警惕这个腐乳。还有这个，因为你吃了它以后，你本来要吃1碗饭的，现在你要吃2碗饭，真的很好吃。就是我有一天逛超市的时候，随便看到了一罐这样的腐乳，我就发现它很像我小时候吃的那种辣的腐乳，就是小时候家里面我外婆会自己做的那种。但是我出国以后就再也没有找着了。然后那天我逛超市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腐乳了，它外面就是这种有一些辣椒碎和辣椒油裹在这个表面，然后它就很下饭。我操！除了咸咸的，就还有一点点辣的。牌子我已经撕掉了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口味的。那天我又逛超市，又想拿，我发现它有另一种香辣味儿，这个更好吃，因为它表面有那个花椒，一粒一粒的小的花椒，除了辣的，它还麻的。就这个，你怎么可能不吃2碗饭？如果说这个没有花椒的，它是 A 级的话，这个就是 S 级，配主食非常的搭。我们家的腐乳就是很多，白的炒那种空菜、竹叶菜、空心菜、南乳肉这种，把它放到那个火锅底料里边蘸火锅吃。请叫我腐乳女王，哎，不太好，腐乳公主不好听，腐乳研究员。